各位戰友早晨，今日係10月30號，同大家做個技術分析。港股而家正進行緊一場關鍵嘅支持位保衛戰，情況有少少緊張。首先，大市初步喺20天線26,282點揾到支持，呢個係一個幾重要嘅技術指標。不過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呢個位失守，下一站好大機會要試26,000點呢個心理關口。點解26,000點咁重要？因為呢個係今年嘅重要支持位，一旦跌穿可能會引發新一輪跌浪，所以今日個市點走真係要睇實呢兩個位。預計今日波幅會喺26,150點至26,350點之間，個市會比較反覆。策略上建議，如果守住20天線，可以考慮小注搏反彈；如果跌穿20天線，就要減磅防守，接近26,000點先至考慮分段吸納。記住，而家係關鍵時刻，寧願睇小轉都唔好做錯決定，快啲 save 低呢個分析，同班戰友一齊部署。